肥沃嘅土壤，溫暖嘅陽光，健康嘅自然，有着百年傳統嘅貢品，係雀人嘅執着中誕生嘅世界最頂級嘅極品水果，世界最頂尖嘅韓國羅州梨，鬆脆嘅果肉，甘甜嘅口味同埋清香，爽口豐富嘅果汁。韓國羅州梨汁係由新鮮嘅生果製造而成嘅，對我哋身體有益嘅各種各樣嘅功效，解渴醒酒，有助減肥、抗衰老、保護支氣管、促進消化。個個都可以輕鬆咁品嚐到，好食到舐舐脷嘅羅州梨，香甜清脆，爽口。呢種韓國梨就係羅州梨。